國家主席習近平喺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發表視像講話，宣布中國新嘅減排目標，未來10年將溫室氣體淨排放量較峰值減低7%至10%。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星期三喺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視像講話，話今年係巴黎協定達成10週年，亦都係提交新一輪國際自主貢獻嘅重要節點，全球氣候治理進入關鍵階段。我宣布，中國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2035年，中國全經濟範圍溫室氣體淨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到10%，力爭做得更好。習近平又話，目標到2035年，非化石能源消費佔能源消費總量嘅比重達到30%以上，風電同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2020年嘅6倍以上，力爭達到36億千瓦，森林蓄積量達到240億立方米以上，而新能源汽車就成為新銷售車輛嘅主流。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覆蓋主要高排放行業，氣候適應型社會基本建成。習近平又呼籲各國應該推動制定同實施國家自主貢獻，為全球氣候治理合作注入更多正能量。同時，亦都要加強綠色技術同產業國際協作，彌補綠色缺口。佢又唔點名批評美國冇致力應對氣候變化。綠色低碳轉型是時代潮流，儘管個別國家逆流而動，但國際社會應當把握正確方向，堅持信心不動搖，行動不停止。習近平2020年9月喺第75屆聯合國大會已經提出雙碳目標，計劃喺2030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嘅高峰，並喺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對於新嘅減排目標，習近平話中國有決心同有信心兌現承諾。無線電視記者楊卓倫報導。提出海綿城市理念嘅中國建築學家余孔堅喺巴西墜機身亡，終年62歲。喺北京，外交部表示沉痛哀悼。中國著名建築學家余孔堅乘坐嘅小型飛機，當地星期二晚喺巴西西部南馬托格羅索州一片濕地降落嘅時候墜毀。機上4人全部罹難，包括余孔堅、2名巴西製片人同埋機師。佢此行係要喺全球最大熱帶濕地潘塔納爾地區拍攝紀錄片《海綿星球》。余孔堅係浙江人，曾經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係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嘅創院院長。佢提出嘅海綿城市概念，喺城市建設中透過自然方法吸收同儲存水分，以應對洪水同水資源短缺嘅問題。The idea of a sponge city is to recover, give water more space, give river more resiliency, give the city more open breeze. The city will be able to breathe instead of paved or the concrete or let water go under the tunnel or pump out during the flood. 北京大學建築及景觀設計學院嘅網頁已經變成黑白色，並且發文悼念，話余孔堅教授嘅離去係北京大學嘅重大損失，更加係中國以至全球生態景觀設計領域嘅巨大遺憾。喺北京，外交部對余孔堅喺巴西墜機身亡表示沉痛哀悼。我們對余孔堅教授不幸離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誠摯慰問。中國駐巴西使館將繼續協助善後。巴西總統盧拉喺社交媒體發文悼念，指余孔堅嘅海綿城市理念已經成為全球典範。無線電視記者楊卓倫報導。丹麥再有機場因為上空出現無人機而一度關閉，係3日內第2宗。網上流傳片段，位於丹麥北部嘅奧爾堡機場，星期3晚發現無人機，一度關閉幾個鐘。丹麥警方表示，包括奧爾堡在內境內4座機場，星期3晚至星期4凌晨都發現無人機蹤影。
奧爾堡機場一度要關閉，無人機喺大約3個鐘之後離開。目前機場已經恢復正常運作，另外位於南部嘅3個機場就未有關閉。奧爾堡機場係僅次於哥本哈根嘅丹麥第2大機場。喺受無人機影響關閉期間，至少3架航班需要改飛其他機場。當局表示，由於呢一座機場兼具軍事用途，丹麥國防軍嘅運作同樣受到影響。警方話無人機飛行期間有開燈，從地面就可以清楚見到，但仲未逮捕到操作者，亦都仲未理清機型或者動機。而北歐最繁忙嘅丹麥哥本哈根機場，星期一晚亦都曾經接獲報告，由於機場上空出現2到3架大型無人機，機場暫停所有航班升降接近4個鐘。目前仲未確定2宗事件嘅無人機係咪相同，但警方形容模式相似。丹麥總理弗雷澤里克森話：事件係至今對丹麥基礎設施最嚴重嘅攻擊，並將呢一件事同一系列疑似俄羅斯無人機入侵同埋歐洲多地機場近日受干擾事件互相聯結，而俄方早前話相關指控毫無根據。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繼續呼籲國際社會加大向俄羅斯施壓。美俄外長喺紐約會晤，雙方重新尋求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俄烏戰事持續，俄羅斯話南部新羅西斯克市被烏克蘭無人機襲擊，有酒店被毀，多架車着火，有人死傷。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3喺聯合國大會上發言，話俄羅斯總統普京有意將衝突擴展到成個歐洲，呼籲國際社會加大對俄方施壓，爭取結束戰事。佢又警告話，國際社會正處於激烈嘅軍事競賽。We are now living through the most destructive arms race in human history, because this time includ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一日改變口風，認為烏克蘭能夠奪回所有俾俄羅斯佔領嘅土地。澤連斯基其後接受霍士新聞訪問嘅時候，回應話感到驚訝。佢又話相信特朗普同美國將會一直支持烏克蘭直至戰事結束。特朗普當日又喺社交平台發文嘲諷俄羅斯係紙老虎，冇真正威脅，無法迅速擊敗烏方。克里姆林宮反駁話，俄羅斯肯定唔係老虎，以熊嚟形容比較貼切，而且係真正嘅熊，並唔係紙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星期3喺美國紐約出席聯大會議期間，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晤，雙方重新尋求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拉夫羅夫話，烏方同一啲歐洲國家為延長衝突而實行嘅政策係唔可以接受。魯比奧就強調，俄方有必要採取有意義嘅措施，持久解決俄烏戰事。無線電視記者何子欣報導。